欢迎各位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阿爸有交代，爹爱提灯来哦，爹爱提灯来。料理大赛。我刚是不是有走音啊？你觉得店爱腿凳奶这个说不出来？我刚一开始我不是问你锅怎么讲，因为我原本讲的是阿爸五高歹贵爱提灯奶。后来我想说又不是菜头贵，为什么要打回来？是店不是贵。爹要对，我们这个基本上呢，这又有台湾台又要出好戏了，哎好不好？嗯。紧接着在我们现在目前脍炙人口的《雨夜花》之后，他功成身退，嘿，强当好戏一波接一波。有一个阿爸的戏爱上了，爱上。爱上好力啦，爱上好大家对，爱上好力。好，今天来了双生双旦的组合，来欢迎黄文兴、蔡昌宪、曾婉婷、唐玲。哎，森哥，好新鲜的组合哦！是不是？对耶，小姐好，表姐好。哎呦，这4个一眼望去不得了。对啊，我们唐玲都快变常青树了。啊，真的，活宝了，怎么办？真的好久，哎，你真的出道也蛮久的。12年，你看看，多棒的一个人，真的耶多好！现在是你看什么戏一档接一档的演啊。曾婉婷，你看虽然瘦，但是也是演不完的戏，对啊对不对？然后2个唱歌的都跑来演戏。对，戏也演的比唱的还好。黄文兴，恭喜黄文兴！哎呦，这是男主角啊！是阿爸也恭喜，下面快点戏。我来带饰演一个就是那个俊爸的儿子，廖俊先生，对是不是？对，他是我爸，然后我饰演天宝这个角色。天宝，天宝啊，天宝5年该得完。不是啦，就是天宝，然后他的个性是比较叛逆，哦，到尾啊去欧协会的对吧？没有，对吧？切头啊。开朗的戏啊，这黑社会长这么帅，谁不愿意啊？对不对？你看他就是一个台湾的古惑仔，对，香港有郑伊健，台湾有黄文兴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帅气，帅惨呐，对，帅惨了，被他帅走了。你就是该得完。不是啦，天宝，你不是该得完一下？我是兄弟啊，你小弟，兄弟哦，你是天宝啊，你就是天行，啊？什么？你就是传说中的天行，只有这厉害吗？家里的老四，对不对？应该老三，我是老三。老三啊，我是做乌手的呢。啊，做黑手的，你做黑道，你做黑手的，哇，一个灰啊，你对吧？对。啊，那他们俩一个黑道，一个黑手，那你呢？我就是疯狂的爱恋着他的人。极道之妻，对，哦，她是黑社会老大的女儿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黑寡妇就对了，黑寡是这样说的吗？黑道千金，对，千金。那黑寡妇是隔壁那个，他长得多像啊，对不对？你在里面，你这样的条件，然后这样的姿色，怎么会去开小吃摊呢？我是面店老板娘，因为我们那个戏啊，就是年代算是50、60年代，哦，你爸妈那个年代，算是哦，算是。然后我是开那种非常传统的那种切拉米，切拉米啦，切拉短音啊，切拉米，对，切拉米。你们这戏全程都在台南拍摄啊？对，还有渔村什么的。所以黄文兴是因为这样丢刷吗？啊，不是啦，那是我前部丢刷的。哦，真的啊。之前去拍电影，然后丢刷的。哇，很辛苦哎，演不完，还是真的会唱歌又长得帅，戏又演不完，谁受得了？蔡昌宪，你看主持节目也主持不完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吓死人了！哇，我们女人好犀利，主持人很好啊。明明就不是他。我那是那不是。我明明就有变瘦。演艺圈好黑暗的，你这种前辈真的好欠揍哦。念错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是故意的，我看就知道了。这个戏即将是在什么时候上档啊8月31号。 ？831是个好数字哎，对，是不是啊？831是好数字，好说是，就是你在里面不演黑道了，因为我在里你在邦面，嘎演的乱有感觉的。因为就是主持太忙，所以没什么时间，所以我算是客串的。哦，你是客串，对，有一点算半客串这样来加入他们。哦这样子哦。对。你的人气这么高，对不对？福星没有啊，那个《蜥蜴人妻》也在上映，这样可以去看一下。对，昌宪有演。哎呦，你对，他是电影咖，了不起闪亮哇！好成熟啊你。你有看到我们挂背章吗？有啊，有。尽管8月31号有好戏，但是呢，基本上我们现在要先吃好料。好，我叫陈教练，对，他叫巧乔教练。
男子组跟女子组嘛，对不对？不是男女男女哈。对。来准备，来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！我的队员就是蔡昌宪跟黄文熙。没有人说我先上你错了你。换位，过去。你看他那么失望的脸啊，我们不好吗？我们很我失望，你看得出来，不可能。我是演的还不错哎。OK，理解。原来我们加油了。好，球有把握。刚进第一阶段大明星基本功。那我们请主厨来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阿基师是蛋皮5张，就长这样。是就长这样子，就长这样子。一张是2颗蛋如果，有破损就不能，对不对？对。完好的。如果可以把它塑造的好像你们女孩子在贴的那个面膜，那分数就高了。1片有2片的分数了啊。好，然后剥虾10尾，麻烦一下头跟尾一定要留住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骨尾这个头尾分离啊。要留一小节，是不是？留头留尾啊，就留头留尾去中间。没有老的呀，头老的呀呢。10尾，好。好，那么蛋黄的部分，刚刚我们制作有讲了，你一定要一颗一颗打，不要全部一下子打8颗，用手去捞。不行这样。好了，桌上材料都已经有了，各就各位准备。来，请所有的材料都在桌上，用完就没有了。女生先来就没有了。好紧张。计时开始。小心哦。只要取蛋黄，小心哦，不要破。慢慢来。慢慢来，不要破哦。破了怎么办？蔡昌宪，我盯着你看的。我们可以帮他拿嘛？你慢慢来，反而不会破。可以。哎，破掉就放这边，好不好？破掉放这边哦。但要是用完的话就没喽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手会抖哎，好恐怖哦！哇，男生好快啊！我帮你们拿。剥虾子基本功，让两组人马惨叫声不断。头会掉。天啊，这个虾子有问题，头尾不要断。头怎样才不会断啊？不想离开。你要放着，用2手去。好了，我的好。不行就换1张。2张了。看着对手煎蛋皮速度远远超过自己的蔡昌宪和黄文。手会抖哎，好恐怖哦！哇，男生好快啊！我帮你们拿。好危险哦！稳住，来，然后去看隔壁的，走。你就放他身上，我帮你弄，结果，不行，稳住。这两个就好了。加油！哎，破了，这个是，这个就好了。快，他们只差2个了。停手！他们也8个哎，他每个好弄哎。要先来检查一下，请评审检查一下有没有。我先看一下如何。两边平手。两边平手。哇，竞争这么白热化就对了。今天下来就会越来越难。好，打个蛋，只牛刀小试，暖个身。因为已经有人手在抓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说是你，啊。接下来剥虾，留头留尾去中间，各就各位。一共10尾，计时开始。留头留尾去中间。还没不过虾哎，头会掉。蔡昌宪，你稳住。就没了。用完就没了。哎，他们已经坏了2只了，他们坏了2只。这个虾子有问题，头尾不要断。有一只给我，我帮你拿，去剥。哪里？小盘子，小碟子。这个教练尽量在旁边帮忙打气啊，不要帮忙一直端盘子哦。就稍微注意一下，来，我们看到这边。头怎样才不会断啊？哎，一共就这么多了，不要开玩笑。不想离开。好啦，应该从尾巴。小心。天哪！哎，他们可能虾味不够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慢一点，应该会。这种慢一点。要特别注意哦，小心哦，虾没了就没了，还是我们看。还剩2只，所以你们不能再失败了。
还不错。不能失败了，我们好10只虾的，1只6只，要小心啊。 8只啊，再来3只到。我这个10只啊。这边显然已经不够了，不够。看样子是战败，还是我们来看看那边有几只？好，这边有几只2、4、6，已经7只啊，还剩3只啊。 3只是，然后那个头要掉喽。但是连着，它连着的。有在跑，这个好，睡眠自己，这个好，终于8只还可以看得到。漂亮。还有1只哦，加油哦！哇，我们不够。这只等一下还有机会。他们虾不够。哦，你这关赢。哦，那不是说他没有断吗？好了，这没有断，没有断。有机会，我们有机会10只哎！快！最后1只。最后1只，哎，我们有10只哎，我也不够，没想到还可以。太夸张了。好，让评审来评比来。哇，太难了吧？这虾子很难哎。它可以夹起来的。没事我后来发现他们尾巴其实留比较多。哎，我觉得他们的虾子比较好哎。对他们虾。有没有掉。我很仁慈，我不敢摇，一摇就掉了。对，那这怎么办？对啊，那头都摇摇欲坠。对啊，它这个是这个最漂亮。这个很坚挺。哦，这个最漂亮。我觉得是不是煮的不够熟？我们的是不是煮太熟啊？太熟。真的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的虾，我们要轻一点。我觉得就我们的虾很糊，OK 啊，很好啊，很好啊。这个要小心的。对，它那个尾巴有点关不行。这个啊，其实我觉得好，我觉得。它连身体，可是不是连头的。它的皮连。我很仁慈嘞，我还帮你那个皮给夹紧了嘞。感觉好像死不瞑目。好，这可以。好了，这边赢了。剩最后一回。目前积分2比1，还有这个，还有平手的可能。还有平手的可能。1颗蛋皮，2颗蛋。哦，可以用到我们前面的蛋黄来煎吗？对，把蛋黄拿。所以我们蛋黄先拿回去，这样。好，来蛋黄先撤回去。1颗蛋皮，2颗蛋。把它打匀之后，就大概1汤匙左右。你要分2盆，你们好，现场准备。这样比较快。蛋皮5张，分一半。准备。汤勺啊，这边是都有。 2边都有汤勺哦。这边啊。这10个呢？快！哎，你这样小心帮打对，可以了吗？他是一起帮忙打啦。分2个。对了，你现在把锅子热了之后倒下去，关小火。关锅，对，顺着锅里的圆，还有搞啊。小一点的锅道。然后手要晃，对，红心这样对了。加油，还不错。手要晃，对，就这样，然后让它去烘，放着让它去烘。我觉得越薄越好哎，那谁？放着让它烘。锅盖。盖子。用手撕会比较好。旁边把它撬，旁边用那个筷子撬起来，都用手撕，来不及。你要带着它，不要一直看。记住第1颗煎的时间。我录这边帮忙，要有了来这些。要漂亮一点哦。旁边挑起来。还没，先带着。还可以吗？这样可以。不要急。只要用手撕会比较好，把它弄起来用手撕就好了，没事。用这个稍微撬一下。黄技师不能帮忙哦。自己用手撕，快！你先那个，快，你不要飞那么讲究哎，快一点。2张了，看到这边来。我觉得好像太薄了哎。你要放着，用2手去。好的。不行就换1张，先把它放旁边的盘。好，不要一直坚持，然后锅子赶快动一动，赶快重。哎，你那个比较重来。这个重来。不要慌，用手拿会比较好。家里没人，我要做什么？既然都没人了，先去看一下那边吧。这边起来。这是要先热锅。我帮你换洗。有一个。哎呦，完了，来不及了。这个不行，要再一个锅子，快点！
文心和蔡昌宪到目前是一张蛋皮也没有，他们会因此在基本功上面输掉积分吗？紧接着教练们也要下场一起 PK 了。2位团员，我最会就是烘蛋。切末，太白粉要多少？要讲。太白粉大概肉末什么都不用腌，先下去炒，也不用加油。香气虾出来。对，先煸香，让猪油出来之后，然后再炒辣豆板。这个叫做木耳丁吗？我在努力把它变丁啊。他尽力了。所以把刚的怨气都发泄在大蒜上面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教练帮我做。让开。太少了，对不起，太少了。女生可以了，好，可以了，放着。哎呦，我好。这个应该有。加油！那都没开过哦，差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你看这个比较好哎，你看这样倒的，锅子要热，真的。对啊。完了，太难看了，行，上菜了。太难看了。我们还有。哇，你这边好漂亮哦。对啊。片哎。这示范这一片而已。有一片是 sample 的，sample， 哇，金拍。这是你们弄的，好漂亮哦。对啊。为什么要这样说？阿弟是请宣布。这个镜头面前会讲话嘛，一看就知道女生赢了哈。后悔了吧？命运的锁链把我和2位女子紧紧的绑在一起，真的。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想这是很欣慰的事情。是的。但是尽管是3比1，其实也是你知道的，也是只有1分而已。如果真的3比1，你们后面就不好追了。对。好，目前第一阶段基本功1比0。是。接下来教练帮我做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有特训的时间。好。啊，也会帮你们直接操作的时间。当然。也不要期望太高，因为我们也不见得会，好不好？先看今天教练帮我做是什么菜名，请看。鱼香烘蛋，今次蛋是一路打到底。2位团员，我最会就是烘蛋。我上次烘一个3层高的。又来了，又3层高了，又3层楼高，在梦中吗？烘到董事长下来，你最会烘蛋，超烘的我。鱼香烘蛋，这蛮难。我听名字我会不太清楚。有鱼吧？咒语。鱼香烘蛋就跟鱼香茄子一样啊，它是没有鱼的。啊，没有鱼。没有鱼，它是一种川味的调味，好不好？鱼香烘蛋，准备各就各位，特训开始。计时开始。好，现在看到所有食材都要末状，所以呢，姜蒜一样，都比例一样，切末，全部切末，切末。太白粉要多少？要讲。太白粉，最少。啊，怎么大家吃素嘛？肉末什么都不用腌，先下去炒，也不用加油。香气虾出来。对，先煸香，让猪油出来之后，然后再炒辣豆板。葱花可以先下1/3，现在2/3起锅前再下。放这个酒酿，对，放酒酿就不用加糖了。哦，然后大豆板可以再加点酱油。对，在那个汤水里面下去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看来程程和小乔对鱼香烘蛋都颇有把握，那队友们能不能完成阶段性任务，撑到2位教练下场帮忙完成这道菜嘞？起码卖听把高台啊，听我高台就好。但是还真足听哦，拄则已经特训几分钟啊。起码咧，拍摄，我大下要来交代。你够有代志要交代，来，请就是。好，那特别留意了，烘蛋呢，就是顾名思义了。我们现场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只有用多一点的热油去做炸蛋的动作。那么一定要熟，你没熟的话，即使刹那间它烹了，很快就塌下来，就没有烘的感觉。所以烘蛋的基本外观要像菠萝面包一样，要这么厚。哇，要这么有办法。所以你在煎这个的时候，我建议可以先把鱼香汁先煮出来，然后再专心的去烘这一个蛋。烘好了蛋上了盘，受水一淋，赶快走就成功了。没错，好。赶快去哪里了？要去哪呢？准备领锅子啊！我想说，做好了蛋以后，我让你赶快走，他会爆炸。
会发挥刚才的合作精神，刚表现得非常好啊。好，你若是能够提到顶，那就是阿爸的元丰啊。赢的话3个都是我这样签已经够好了，我这样签够顺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两位女零，来吧，加油哈！10公斤嘛对不？对。我10人都准备，各单位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切。碎，把刚的怨气都发泄在大蒜上面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要复仇成功。还够搞钱呢吼！哎，那看碎梨也要卖手胸啊。慢慢来。你是把姜跟蒜都切在一起的？对。还有他的想法。一起泡。你看我做过麻婆豆腐。糊嘞。糊哦。糊啊，那就差不多啊。对不对？算不算像？是，很像。就是差一个霉豆腐而已。只要备料都没卖。来，我们换两个猪零后。下流。你这个叫做木耳丁吗？我在努力把它变丁啊，他尽力。手小心哦，手小心。对，我觉得好危险哦。其实有一个切法可以，对。做。这是我一个葱花好。怎么样？有一半，大气，有一半。好，继续切，还表现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油这边他这边油已经在预热了，是吧？对。来，到隔壁走，来这边前。加油啊！那我可以开始。粉丝已经开始在加热，开始在炒了，非常好哦。男性的复仇就看这个的，加油！好，哎，等一下，有点，哎，要不要油？一点点。香油比较香。然后先炒肉。对。我都忘了，离开厨房太久。赶快找回你对厨房的热情。你离开有多久了5年了。 5年哦，5、6年。就是在你参加比赛之前。对。还有7分钟。哦，有哎，你这个有感觉。这边我觉得蛮稳的，蛮有感觉的哦。有感觉哦。来，隔壁走，继续。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完蛋，我们俩做法超像的。因为我们师出同门对啊，师出同门，真的你学的是一样。要不然就先加高，要不然加不得。最后加，先炒完。哎，记者挺好哎。哎，不要乱说，把都播出去了。对，导演不能说话啊。没有，我说怎么播出去了？我哪说？风花切的稍微大了一点，看一下吧。好油，这样比较有颜色。需要我出面的时候赶快确定要早点讲，要不然来不及哦。带点这个吧。多少？要求救人吗？好香哦！哦，你们那个油有点都在起烟嘞。教练逞生小乔下场帮忙，烘蛋高度成为全场高潮。他的大拇指泡在热水里。多少？要求救人吗？好香哦！哦，你们那个油有点都在起烟嘞。哎，真的太热了，要烘蛋的吗？要不要求救？要不要叫教练帮忙？快！拿出来！一起说来。走。一起备起。教练帮我做。让开！1分钟计时开始。我要不要小一点？还是不用烘蛋就是。哎，酒酿你在家？你干嘛？一不烘蛋，一直要勾芡嘞？慢慢就，没有够了。开火。哎，要烘蛋，小心！哎，我们要搞太干，啊，要加啥？加油，加水，加水。不，对哦。30秒。拉弓。看，20秒。快进了，看。烘的好公平，芝麻酱要不要？跟我拿3碗木收视率一样高。要不要什么盘
面摇一摇啊，下面底部摇一摇，动了，教练。帮忙，有这样够了。对对对，爆炸嘞！这边有肉勺可以使用。什么时候把它拿起来了吧？你没有把整个锅子拿过来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然后翻面。倒过来，倒下来，把蛋倒进来。啊，对，真正，给。好，然后过去翻过去。好了呀，导演，不要。开导演，开导演，快一点，动作快一点。翻啊！帮忙啊，就铲子啊，铲压了就翻转。哇！小心哦，这个烫好，再把它倒回去加热。是面店老板娘啊。这个没练过的，对，会烫，会烫，对。然后怎么办？再倒回去，倒回去。对。革命这行，来走。哎呀，学会了吗？加太多。哦，彩香熊真的。回来。这样要放多久？你这酱油干什么？它加了太多酱油了啦，一看就知道啊。再加一点水。油温太高了，等会先关火。这快点，等到你来帮我，要不要教练帮我做？要不要教练帮我做？要。1、2、3，教练帮我做。计时开始。对呀。它拿起来了。咱们一个慢下。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这样要试一下味道。一口气，一股脑，这样试一下味道。这样是 OK 的。哇，超帅的耶！就这样。就这样。我怎么了？这个加太多酱油，我都要气死。味道调怎么样？觉得刚刚好哎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再一点水把它焖掉一点？我搞。哎，我们再拿一些勾芡，高级吧，倒水，刚刚这样倒。小心哦。勾芡是刚太北混吗？真的，我真的觉得 OK 了，真的。好，时间到，立足。哇，到楼上去了！哇，又去楼上。谢谢教练。你们调味调好，快速哈！加油！倒上去就好了。现在黄文兴是在补救的动作。我觉得蔡康是那个过错。OK，拿起来吧。好，慢慢。好吃哦。然后现在放在盘子上就可以了。来，还有最后一分钟，这紧急。方式，然后酱我们好了呢。还不错啊，今天有汤汁呢哦。哎，汤汁去哪了？收干了。我们收干这样比较浓，味道浓。汤汁少了一点。少时代。哎，我试过嘛？怎样？不干吗？哦，应该有点汤汁。比较汤汁这种东西。你觉得这样 O 不 OK？我们可以试试。不要，我们把那个清淡就好了。OK 了，完成了。味道你们调好了哈。调了。剩最后30秒，赶快来看看另外一边。好，我懂了。教练，太少了。快点滑倒，这也太油了吧？有没有很有成就感？可以了，可以倒上去，好棒！小心手烫。哦，你这就不崩了，给他们。哎，我们比较有汤汁哎。有汤汁啊。哇，颜色深了一点，其实还不错。好，这样倒数10秒，漂亮。今天教练帮我做今天这一道阿爸的关崩鱼香烘蛋，真正有这难度，但是表现得美吧。哦，时间到啊！哇，哎，怎么那么扁？对，你那个蛋，蛋不是那砰这样子。我们家砰砰，你那个酱汁太多，把那个蛋给压扁。但是我们比较有那个重口味的。你看，我哪个你进来呢？我们也是啊，我们是打开来都整个垂涎欲滴，而且我们配色也看多美。对啊。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有点看起来是油油的，又太干。不会啊，吃起来就知道我们这个好。对啊，配饭刚好。这个配饭才刚好。对，太湿了，酱汁太湿了，那个蛋整个就是没有筋，而且整个会太咸，这样不健康。压扁少油少盐少酱。好，那胜负就是让那个各位来判定。这道颇有难度的鱼香烘蛋，就让我们来看看阿基师会怎么做呗。鱼香烘蛋，不，我们这一组
做的是鱼香异蛋，有的蛋都满出来了，哈哈哈哈！阿基师有请。第一种。你礼貌啊，你还没讲完，你过来，我还没讲完。阿基师有请。我们看鱼香烘蛋它本人是怎么被做出来的，好不好？阿基师。本人。很大气的下油。对啊，而且这锅子比较小。哇，好多哦。我们这小汤锅来做鱼香烘蛋还真的蛮适合的。对呀，刚刚好。或者是做2人份的粥啊，也蛮好的。对不对？好可爱。哎，为什么要分一半？有先做文章哎。啊，肉要这样哦。姚技师莫非想把肉放在蛋里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那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比较滑，滑不溜丢吧。哦，比较好散。他在炒的时候，你刚刚有没有发觉你们2杯炒肉末炒得很辛苦？真的。哎呦，我们刚遇到了绞肉顽强的抵抗。那切这还真婉婷。要。啊，这比较葱花。好的。他很怕切到他的手啊，大气一点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可以一起切嘛。这个动作文心就做得挺好的，挺熟练的。不怪是以前是厨房出身的。有待过厨房，对啊，有待过厨房。真的，很有样子。对。他们刚刚在备料的时候呢，说实在，我觉得比我们的女生稍微好一点备料，但他们在调味上面呢，非常的糟，就是有点失手。而且这一招是把它卷起来，哎，这很快，还是不是？哦，我们刚刚都切不细，就是这样。这我们刚刚做对了一个动作，是先预热，对对。这好细。对啊。我们刚刚的水啊，我刚才加的那1小碗，应该再加个1碗。哦。哎，少加了1碗。好了，对。切得非常的细碎。先不要急着去接触那个蛋，因为你太早把蛋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呢，它等一下膨胀的系数还没有办法很稳定，容易塌掉，容易塌掉。对对，使命的打，把空气打进来，空气打进来。你太早把蛋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呢，它等一下膨胀的系数还没有办法很稳定，容易塌掉，容易塌掉。对对，先把肉给炒香了。好，肉炒香完了以后呢，辣豆瓣酱进来。有没有？真完。不会，差不多。你辣豆瓣酱炒，还好唐宁阻止了你。还有先炒那什么，先爆香嘞。有没有？不是要先爆香？哎，当然不是。哇，好香哦！哎，是这样用的。我们刚水加太少。没有，刚才陈哥又补了一碗。对啊。这样子出来颜色才会鲜红啊。好，然后把酒酿进来。红色才是标准的。对。对啊，应该要红色。好，那么绝对不是黑色。黑色是重。勾芡吗？对啊，我刚不是有说要勾，忘记了。勾在蛋里面。都要。哎呦，你加太多了。我就这样1、2、3、4。刚才张健到底加了多少酱油？我大概6次吧，10米的酱，5、6次，5、6次。你们的这做酸辣汤，你不要。难怪那么太咸了。我这个浓度就很漂亮。哇，看起来好想吃。真的假的？好快哦，酱做好了。好，开始打蛋了。其他的料需要吗？啊，哦，剩下一半，剩下一半后加哦。哦，还有加香油。对，香油。我有加的。好，把汁先煮好。哇，很浓哦。这碗为什么要洗？因为我要煎蛋啊。要煎不是在这里吗？啊？没有。啊？
注意看哦。这样，他其实冷笑。误会大了。帅惨，不要帅走，不要帅走。使命的把空气打进来。哦，空气打进来，尽可能不要加粉放到里头去。哇，你把粉加进来的话，怕这个蛋会很 Q 啦，吃起来整个都是一个粉团的感觉，这样子。哦。空气打进来，这个时阵娘娘。哎，要热锅，然后再热油哦。对呀，热油热要谁被冲啊？我现在一半煎一半灌的。哦。一半煎一半灌。一半煎，然后另外一半淋下去就对了。对，我往中间冲。冲。跟冲牛奶一样这样冲。是。谁那个急了？哇，好精彩！哇，起来了！好，那现在呢？它中间这边是生的啊，你再往里头灌。哦，有没有？它更蓬。1楼、2楼上下夹沙。哇，酷哦！对，从中间把它管起来的对吧？哇，越来越蓬，好好玩哦！所以它连中间也是蓬起来，所以对，好好玩哦！好像那个cheese蛋糕。好可爱。碎啊！然后再灌。原来是这样。能快跟他鸡龟仔嘞。对啊，都没有吹气，它就会这样。不要啦，鸡龟仔，蓬蓬的。你帮你讲啥？快跟他鸡龟啊嘞吼，给鬼啊的。分风了呢。对吧？哦，弟弟碰起来，弟弟碰起来。好了吗？好酷哦，好好玩哦。对啊，好好玩。好，赶快跑！啊，碎的啊！鱼香烘蛋完成。好，谢谢。好美。哇，我们的汤汁实在太少了，可惜了。有点干掉。可是我们鸡龟仔比较蓬。我颜色可以。好，今天呢，看看最后奖落谁家，上桌。还是要水嫩的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水嫩。水的环境。吃下去吃的，你就知道多感人了，好不好？哇！好像滑蛋哦。天啊，咕溜咕溜的感觉。哎，它酱虽然是很重的酱汁，但是没有抢走蛋的香气。对啊。我们少了汤汁，可惜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吃起来很怪。不知道。鱼香烘蛋来吃一下我们这边的好不好？来，要不要加料吃？加料吃，我觉得可以。想象。我相信怎么生啊？有加醋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有加醋哎，加一点点。哦，有鸡龟的有点像软掉的油条啊，好像软掉的油条。软掉的油条，就是感觉。要吃一下你们的好不好？大家尽量把料弄掉一点好不好？会不会太浓是不是？真的吗？有金呼声，然后其实可不可以来碗饭？还 OK 啦。哦，你是认真的吗 ？OK 啦，蛮够，味道很重哎。刚才黄文馨救了半天，他刚才说有点没味道了，我就找油条来热浪了。等我回头已经来不及了。鱼香烘蛋获胜的是，再得1票就好，1票就好。好紧张。准备举牌，1、2、3，请举牌。那不是先说，其实文心这边可惜啊，你如果真的要救刚刚那个酱，你一发现它过咸，赶快先用滤网把肉给滤出来，把酱汁倒一半掉，赶快把水兑进去，把它整个弄淡。所以还是可以救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你酱油都已经这么重金，或是盐巴这么重，你再去加糖加什么都没有用，来不及了。只是要先把里面的盐分先拿一半掉，你再补水进去，然后那个肉还有机会可以把肉汤滚出来，你的味道就可以把它调好。3比1，恭喜完胜！来，这个颜色给你了，谢谢，来，这边有你，谢谢，教练和来，让开，音乐又来了，太多了，
面就会。 四位一起。好漂亮的鬼哦！今天呢，我们的阿爸关崩即将就在8月31号，即将呢在我们的3立台湾台。是。紧接着《雨夜花》这档好戏之后呢，又是一个强档好戏。是。而且呢，全剧都在台南拍摄，对不对？这出戏有什么样吸引人的元素？好不好？我们每一个人轮流讲10秒钟，好不好？从我们输队那边开始来准备。黄文兴。 其实我觉得这一部戏呢，会展现出整个就是可能在穷苦人家的那种时候，然后怎么再逆境去做一个成长，然后那个就是怎么讲？下一个？我觉得阿爸玩梦，它是一个可能是古早那个年代，每一个人厝的可能都会发生的代志，第一灯开的时候，对，它发展出来可能这个过程都是一样，而且讲以细个囝开始出去拍拼灯爱，可能拄到什么代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，一个一个加进来就非常好看。 对，而且我们这次是全新的组合，我们都完全没有合作过。对，就是希望有不同的火花可以带给大家，而且我们就是3立台湾台一直在做好戏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长林压走了。我觉得呢，就是请大家每个礼拜5的晚上10点呢，就锁定台湾台3立台湾台来收看我们的阿爸的玩梦，好不好？希望这个戏能引起很大的共鸣，好不好？再次谢谢我们的4位，谢谢。谢谢。 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，祝阿爸文梦收视长虹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期再见，谢谢。情同姐妹的爱丽丝、黄小柔、陈奕轩、王以璐。